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今日好阿群妹的福起来咧，我来保护康同大家哦，我同大家来分享一出当神奇的舞台剧，韩国也舞台剧，阿群妹也下出节，老大家这里3只重点，第一只重点就係由紫鳳茶劇團來演出嚟哦，第二只重點就係兒童客家話嘅舞台劇。第3隻重點就係愛帶大家好回味一下40-50年代嘅樣式台灣本土嘅漫畫，先來看一套影片。沸腾无啊！我相信电视机头前，当到好阿叔、阿爸、阿姨呀，都全部就感觉到哇，我的回忆全部都涌上心头了。鼓手，今日细细格格来分享节目地图，也有请到的来宾，先来分享诸葛西龙的导演，分享林玉俊林导演分享。主持人好，各位友情，大家好，我是诸葛四郎的导演林玉俊。好，分享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哦，接下来係一出舞台劇嘅演員，係人哋作業大師來分享春燦欣賞分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張春燦，今日啊冇笑冇離冇煩惱啊，因為啊福氣來了，福氣來了。好，接下來係人哋講嘅家人分享家人。嘿，阿群妹，大家好，我係家人，係一位諸葛四郎地圖嘅演員咯。好，今日當分享後有請到導演，還有有請到演員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諸葛四郎也出兒童的舞台劇，韓國係用客話來演出嚟哦，對不對？對，沒錯。所以我想要來問一下導演啊，其實紙風車一直以來都有非常多不管是從台灣的創作作品啊改編成的舞台劇、兒童劇，亞拜獻到諸葛四郎，為什麼會想要選諸葛四郎這一個漫畫來做改編？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在文化部有一個跨界合作的一個案子啊，所以那我們就想說，舞台劇可以跟什麼樣的一個合作來做一個跨界的合作，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挑了這個漫畫《諸葛四郎》。對，因為這個想說這個故事其實剛好那一年，去年做的時候是諸葛四郎60週年。哇！對，所以我們想說，哎，剛好在這個機會可以把它推出來跟鄉親朋友見面，因為最近很流行漫威人物嘛。沒錯。對，所以呢，台灣其實在早之前也有我們自己台灣的漫威人物，所以我們就用諸葛四郎來改編。是，那是不是也請導演在這邊再跟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不管係有看過、沒看過、有聽過、沒聽過的，都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到底諸葛四郎是個怎麼樣的故事？諸葛四郎其實我講我們改編過的啦哈，因為其實它是一個很長的連載的漫畫，那當然是大家以對抗魔鬼黨這個過程當中為主。其實不止魔鬼黨，還有很多不同的壞人。那在我們這一次改編的諸葛四郎裡面，其實它主要是因為，如果大家聽過羅大佑童年的歌曲裡面有一句話，諸葛四郎跟魔鬼黨究竟誰搶到那支寶劍？所以其實這一次的劇本就是以這個寶劍。有一個龍鳳雙劍，那因為魔鬼黨，國王身上有一把鳳劍，魔鬼黨想要搶這個鳳劍，所以呢，其實等於是就因為這樣子綁架了他女兒，戴上了一個鐵的面具，拆不下來。但是後來就剛好諸葛四郎來到了這個國家，然後國王請他幫忙，對，慢慢的讓他去對抗這個魔鬼黨，然後化解了這個危機。是，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暗藏片的故事，它畢竟是個連載漫畫，所以他會花很長的時間刊登，然後再挑選其中一篇來做改編。在挑選這一篇的時候，有覺得很困難嗎？為什麼會特別想挑這一篇？因為可能其他的它也都非常的優秀，非常的好看。對，因為
其实这一篇在他早期的作品算是比较早期的，然后因为他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童年的歌词里面有这一句话，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挑了这个，其实它是2部漫画下去合编的，包括了大战魔鬼党跟一个大战双假面，那其实我们把这2个故事合在一起，对，再加上某些人物的一个改编，尤其譬如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四郎有个好朋友叫真平，那可是其实观众看完漫画都不知道他们2个是怎么认识。就只知道这2个人，但是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所以其实我们就在这个故事里面把它改编成，就是他怎么样跟真平相遇，把它拼凑出来，对，然后等于有点类似他前传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原来啊呢，故事其實啦，像按呢，然後你台灣本土嘅漫畫，然後佢改編變做呀，兒童劇舞台劇，韓國也下要愛，去年係演出呀華語嘅版本，去年演出華語，今年愛嚟做客家話嘅版本，就呀華語到客話，華語到客語中間，有沒有覺得轉換上面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有導演剛剛覺得快要說不出話來，太難了。但是還好，就是說，因為其實，這裡面有一個魏國，是，那這個國家叫魏國，我們就把它設定說，在這個國家裡面的所有百姓，包括國王，其實他們都是講客話，對，講客話，哎，那其實我們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要把它弄成客語版的部分，是因為其實我們劇團有個顧問，我們的一個董事叫小野老師，他自己本身是客家人。那他其實在看完這出戲，他就說諸葛四郎其實就是很典型的一個客家人物，因為就是一個不畏艱難，然後打擊壞人，維護正義，然後不屈不撓的一個英雄角色。所以其實後來我們為什麼會把它變成客語版，也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層關係，我們就剛好因為一直跟客委會有合作的關係，包括我們之前合作阿迪古，後來把它改編成童話島的故事，到學校或者到社區去巡演。那其實後來有跟處長聊的時候，就說，其實諸葛四郎這個戲也還蠻適合把它弄成客語版的。哦，其實我在去年客家博覽會的時候，在現場客家博覽會的現場，就有看到呀，這個諸葛西龍泰戰歐魔洞的這樣子的一個像是電玩的 VR 的實境遊戲。我那時候在體驗的時候，我就知道，原來台灣本土就有暗湧嘅漫畫，其實不輸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英雄電影、英雄漫畫，對不對？而且這是可能是我們爸爸媽媽、我們叔叔阿姨家的這種史嘅回憶，對不對？所以甚至是阿公阿媽，甚至阿公阿媽。所以現在我們是要說春泉老師是阿公阿媽的輩分，是不是？沒有啊，愛開版是因為春產欣賞。其實你還是這個時間，其實係對呀，諸葛西龍係小可的有印象的，對不對？有看過？有看過，不過我是好慢又好慢的，因為家下很細，好撇清哦。很細之後，跟英國兄弟嗰邊咧煮啊，又叫做人員啊，1塊錢啊，再做10本啊，佢煮到要啊。該書包都88度學校都是大家出嚟看，大家看，成日都講好唔識事，視言唔識，突發看識。哦，古時候看圖片就當重要哦。所以佢地圖係咪個忠孝節義嘅話，完全冇看啊，都冇看緊咪釣我咪不會做啲錯嘢啦，韓國嘅豬肉嘅話做啲雜嘢啦，韓國嘅海啊，廢話，同學看唔識事啊，我要廢話咪不會喎，咪廢話。咁我背個廢話，廢學啦，學唔曉啊，廢話。做咩看了都，該看到都有啊，該下巴搞係寫是咪講？比如講你係執段咯，係是咪講？我跳下也冇事，該你係用跳啊，該咪戳傷啊，該講。我要飛學，該就跳下，該僅僅是冇事。先幹讀好是知道，哎呦，我要飛學當勇，哎呦你了。哇，古時候這種事呀，諸葛四郎對這種事嘅小朋友來講，真係喺家的日常生活當中，應該說他們的娛樂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對不對？下巴會上抄哦，同學啊，該要東西冇帶到學校啊，發覺係啊。我係講要嘅風箏要話，我啱書在轉現啦，風箏合搶文咧，因為錯嘅睇掉我人在背轉現啦，就係梗係搶文，飛書後腳，回到了飛書後腳又睇掉後腳又係風箏後腳又三沙度係抄我還有同學看到，老師他們3個在吵架，老師嘛為什麼吵架？他說風箏比較快，他說大鳥比較快，他說飛靴比較快，什麼亂七八糟的，大家注意。明天開始禁止看漫畫。對，所以
以就像矮跟眼头可能太高就会比说，我想要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嘉宁想要哆啦 A 梦的那个竹蜻蜓，对不对？所以就会大上年推都有去甲各种时动综艺嘅漫画啊，加这个娱乐生活，故说想要轮问一下春产先生。你等去甲真经做得来做呀，诸葛西龙嘅儿童剧，你嘅感觉係乜嘅？哦，我觉得纸风车剧团真的很专业。啊，落去嘅，我人哋講，哦，原來講你要做舞台劇嘅要啊，哦，還有按到為主嘅地方。你是講聽阿基講嘅語言來講嗬，你講語言撈國語，講黑撈國語，講參人。你講冇問題啊，我平常我就是華語思考啊，唔曉講嘅時間，我是用華語去講啊，乜嘅經常性嘅文字要啊，是講黑啊，其他做唔得咯。導演是站在聽眾的角度，不是站在你是客家人，你多會講客家話的角度哦。哇！兩句話，聽眾聽下去，聽奧利都，cái奧利都cái講華語冇倆詞啊，你聽到奧利都，他媽嘅係奧利都，佢聽唔出，你是做咩講奧利都哦？你要講拉肚子、肚子痛，該你讓聽一些，你站在觀眾嘅角度，唔係站在你唔係講黑嘅角度。對。所以我是覺得，人家講黑嘅人哦，實有3項，一項係講客語思考，還一項是從愛了款嘅華語思考，還一項係聽眾思考。哦，古時候大家都在看到吼，其實呀，紙風車劇團對於呀擺諸葛西龍嘅演出可以說是面面俱到。其實還有一位吼演員係人哋嘉年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頭擺有看過諸葛西龍冇？其實按你算過來嘅，還是係一休上。跟有時志鵬才會講，愛做嘅諸葛西龍係漫畫，大家真好看漫畫。老師講我真係唔掂嘛，我就動聽我轉去老牙講，我老講，我要做嘅諸葛西龍。我記得是我因為我啲舞台當我有做，記得知道哦，當有 T 恤安尼，我就問佢講，到底諸葛西龍係乜嘅？比如講，就你大概佢嘅我嘅影響啊，看，比如比起嘅演台灣咩有，我就知道哦，因為佢啲一角色，佢當中意一角色，我就知道，都係邀請佢來舞台來看我做一角色，佢每次都當分享。哇，古種我知道也係一隻哇，當神奇嘅創作嘅作品咯，因為佢攞頭擺你本土嘅漫畫，韓國佬兒童嘅舞台劇全部來做結合，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哦。大家要賺到福起來咧，我係仲有群阿權妹，何家大家要談到3位來賓講到後難破班冇，因為啊真係太熱血了，有沒有？諸葛四郎係頭擺，大家都有看過嘅呀漫畫，韓國也下愛改編做客家話嘅兒童劇，真係係當 TPA 嘅一件事情咯。故事細細嘅出來搶頭演，同大家來講一下亞白嘅演出時間是在什麼時候來做演出？我們在5月12、13在台北的城市舞台，那有4場的演出，4場對不對？5月12號、13號，給大家是講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想要來買票的話，要到哪裡買票呢？到我們這個兩廳院的售票系統。是，兩廳院的售票系統就做得來買票哦。故說大家愛細細嘅5月12號，韓國5月13號，把握亞白嘅機會，做得看到諸葛西龍對呀這個書本啊、漫畫上編到舞台當中，真實的。做本大家看，好，故說講到呀，我就要來繼續來問啊。其實呀，諸葛西龍出題，今本日我們的春泉老師，還有我們的嘉年啊，2位有做以外，同請導演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到底還有哪一些角色？當然諸葛四郎裡面就是諸葛四郎、真平這2位是這個漫畫裡面的好朋友。那當然還有魔鬼黨，裡面有一群魔鬼黨。那這群魔鬼黨其實就是很可愛的一群壞人。然後再來是還有公主。因為公主這次被戴上面具，所以需要那個。那還有一個還蠻關鍵的是諸葛四郎的一個長輩，是叫做青海伯。他在這裡面是飾演一個鎖匠，因為公主被戴上那個鎖起來，所以等於他也因為這件事情，所以才找諸葛四郎來幫忙，所以也串起了諸葛四郎後續去幫忙這個解決這件事情。董重佑嘅角色很重要，對不對？對，那當然還有就是說真平的爸爸。
真平的爸爸，因为他是一个关键角，但是我这里不能剧透，因为剧透的话，这大家就知道。好吧，不能爆雷。对，不能爆雷。那在这里面，其实他是蛮重要、蛮关键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的出现，所以才让真平跟诸葛四郎阴错阳差的认识在一起。啊，原来按呢，故说那春蚕欣赏老嘎呢，他们饰演的角色分别是什么呢？哦，这个春泉老师一看就是很有威严嘛，当然就是我们魏国的国王。哇，迄做国王呢，就像春蚕欣赏基本上还贴片种龙袍来，基本色嘞，对不对？个黑我好做吼，喊你黑我啊！我是讲做个魏王就话，佢有个刘书该的吼，韩国啲大家冇佢咧要耳冲，你大下上去话。做唔得前台天通哦，前台天通哦，梗係打嘢咯，咁打到面咪痛哦，好神奇，所以後運衝到，唔敢好。嘿，故說你吃到周亞貴王青苔嘅挑戰係乜嘅？主要是記得經濟當專業，聽講我種咩係講曲藝，曲藝種第三人稱，是我是說故事的人，下巴角色是進進出出，對，你看下吼，都記得武俠戲啲度，他應該是進入角色，從頭到尾都要在裡面。我後樣扮演戲，事實上我度個戲劇都要講古，我咪係國王都愛講古，唔係講一個說書人都愛講古。從頭到尾就愛落到角色地度，嗰個春蚕欣賞係頭一擺做暗用嘅表演方式。意思講嘅是就話 tempo 嗬，我自家做做得，我上夾時間，我上慢時慢。啊，你係要對手咧，要對手就話，我係 tempo 調夾對唔到，冇我係 tempo 係講調慢就話，有味唔錯。哇！我記得當評價。所以啊，也會花更多時間，大家看下來學習怎麼用按好嘅作品來呈現俾大家。嗰時講到呀對手性啊，就想來問一下嘉寧啊，嘉寧要擺做嘅戲，有跟我們的春泉老師來對手嗎？因為老師講我色彩當小嘅做呀魔鬼檔，因為我做呀係當相嘅角色。不過你講嘅美國嘅人愛講客話，嗰時當然我就。聽說愛做美國嘅嘢，嗰時我就自家沙丁，我喺啲嘅美國臥底嘅魔鬼檔，其實大家都唔掂，我自家啲，我自家當通就好啦。就嗰時我就啲國王順風行來行去嘅宮女啊，有時就無太無細亂講話，叫我企斷咧。嗰時都神奇，唔過周你同大家來分享下，像你眼啲嘅客話當好，你嘅戲言啊、海陸啊，全部都會講。跟你來做嘢出去，你要知道客話有乜嘅難嘅，無行去講啊，當簡單對眼顧家人來講，一系列就唔會難。因為其實諸葛四郎係頭擺嘅故事，故事有一些很文言嘅地方，像你歌詞就講龍鳳合體。起伏如風，按躺起來就自家會反就陰啊，合體，沒錯，好像可以吃掉個門形上，才會讀。有些詩較難嘅詩，我咩唔曉講。故說像在兒童劇裡面，我哋兒童劇裡都會用下邊當到元素，比如說衝狗尾啊、跳舞啊、武術啊，其實也都係唔係用啥咩愛來學習。我好正。你一擺看到幾多哦，用跳哦，用對啊，驚咧，因為骨頭吼唔堪對了，對下又會痛啊。我要一隻雞纖毛嘅，只纖對下去，會撲到雞。自己愛跌倒。係，我想，呢個樣板對，對下去轉實掉電梯去啊，夾緊門椅度，門跳過做過國王嘅，你係樣板對，佢教我呀，樣板應對好有技巧性，又好巧。可以了，會跌都比較慘，然後又不會真的受傷。是不是這樣？對，故事其實周亞春戲啊，演全部就當從應該唐宮的新年的時間有辦一個這個演員甄選活動，對不對？給當時演員甄選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演員甄選，我們應該說男女老少都有來。我覺得印象最深刻，裡面有一個70幾歲的爺爺也跑來甄選，然後他就說我唯一的專長就是我憑借我熱情，因為他很會，他說他什麼腔都會講，但是他只能演老人，所以他說他要來歐老人。對，但是因為其實我們還在考慮到，因為兒童劇有很多跳啊、翻啊什麼就是角色，那其實
他进来的话，就变成是比较不适合。对，但是我们被他这个热情感动了，我们就跟他说，那到时候他说他如果没有欧上，他会带他孙子来看戏。哇！对，所以他真的是很蛮有热情的一个老伯伯。对，所以这个老伯伯有说他为什么这么想要来演这个戏吗？因为他说他从小就是看诸葛四郎的漫画长大的，所以他就很想来参与。好感人哦！那其他甄选透过这一次甄选，大概甄选了多少个演员有真的进来演这一部？我们等于大概又加了5位的演员进到这个角色里面来。对，因为其实本来的剧组里面就有2、3个是客家演员，但他们会说，像嘉宁本来就是第一版的时候就是他就有。对，那他就很直接，没有什么障碍，只是转换客语而已。但是他有转换角色，有换角色，所以嘉宁你送一张版本，反你的版本你可以走马该狗。来走谁来？我演士兵。是哦，演到，好厉害哦！他这次就变成是公主旁边的贴身丫鬟。对，那因为他这里面会跟我刚刚讲一个青海伯啊，比较有一些对手戏啊，然后跟公主，还有他有时候会对国王没大没小这样。所以非常的有趣。给讲你希唔希望有去参加这个演嘅展现？从我迄可能记得给客家讲到样诶，不过我同印象同 TV 同后生嘅細妹哦，差唔多18、19年時，客家都講到以後，喊啲嘅特殊嘅年紀，我就知道嘅越來越多後生嘅細阿妹、細阿哥誒，見到客家沒講到以後，還知道也係同好嘅一件事情。對，姑嫂，其實亞伯亞主角西龍係用華語跟客語的版本，兩種語言一起來演這一部戲。導演可以跟大家分享，你在整部戲的語言的比例是怎麼樣安排嗎？語言比例基本上，它只要有為國百姓出現的地方，就一定會有客家。對。但是因為這裡面有很多，比如魔鬼黨啊，那我們盡量讓魔鬼黨是跟客家沒有關係的。對，因為我們客家這邊是代表正義的一方，這樣子。原來。對，但是因為我覺得在這裡面比較，因為如果是大人的話，你可以客語的篇幅多一點。為什麼？因為他們可以，因為我們到時候還是會有字幕，對，他可以藉由字幕的東西去理解，所以有字幕這個劇情。但是小朋友其實很多小朋友是看不懂字的，看不懂。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要處理的就是說，他至少在很多 keywords， 就很多關鍵的時候，他要知道這個劇情在演什麼。對。所以你不能客語太重的篇幅。是。所以在這裡面要經過非常精密的去安排，說什麼時候講客語，什麼時候講華語的這個比例。所以剛剛老師也講說，我們是站在觀眾的去思考，是因為我們的觀眾是小朋友，沒錯，他們如果看不懂，他第一個反應就是我不想看了，你就會發現全場就是開始鬧哄哄的，就開始坐不住了。對，所以這是我們在處理兒童劇上面來講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對一個部分。不過我哋頭前有那個試片的記者會，試演的彩排記者會，我有看到春燦欣賞有大作業呢，這個是之後也會有放的橋段嗎？應該是說，這一次我們在排練過程，我們不會只是因為演過嘛，但是我們不會直接演過的東西來，因為還是要融合一些客家元素的東西，所以我們有試着把春泉老師的專長融入進去。可是後來，其實我們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會發現說，因為竹板快書就文化上來講，它是屬於比較北方的曲藝型，而且它的身份上來講，它比較國王弄竹板。後來覺得有點突兀。竹板是可以學得講那竹板演了黑暗耶。所以就必須得要割捨。對。後來就沒有這個竹板塊，說哎呀可惜呀。不過我相信春燦欣賞，諸葛四郎地度還有其他韓卡多、韓卡好、韓卡冇共用嘅演出咯。鼓勵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5月12號、5月13號，歡迎大家來看諸葛四郎，而且休息一下，等下這個陣來哦。好，歡迎大家
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會同大家來分享吼，第5月12號，韓國5月13號，喺台北的城市舞台要來演出咧，諸葛四郎係由紙風車劇團來演出咧，一隻客家話嘅兒童劇，非常嘅精彩，非常嘅神奇，韓國又係改編喺台灣本土嘅漫畫《諸葛四郎》，所以呢，我就會來細細嘅繼續來問一下導演。其實歐洲呀，這個吸睛的舞台劇、吸睛的兒童劇，尤其是小朋友，其實就我所知，小朋友的注意力有時候不見得這麼容易集中，他們是很容易分心的。那聽說有加入到精彩的這種多媒體的視覺的效果，來讓小朋友把那個注意力 focus 到舞台上，可以請導演跟大家分享一下嗎？因為諸葛四郎這一個我們是從漫畫改編過來嘛，所以其實我們當初在設想就是希望觀眾可以知道它是漫畫改編的，所以我們一開始開場的時候就是一本漫畫翻開，然後諸葛四郎是從這個書裡面跳出來，所以其實它就是變成從漫畫也太難想象了吧，變成真人跳出來之後，漫畫人物動，然後變成真人的諸葛四郎，那甚至到最後我們又讓他回到平面上面去，因為最後我們有安排一個角色，就是這個作者葉宏甲這個先生，其實他是有在我們劇裡面出現的。什麼？對，到最後他其實又出來畫，他就說我是諸葛四郎的作者。害我有種起雞皮疙瘩，沒有啦。因為其實我們也希望用這個舞台劇向葉宏甲先生致敬，因為他其實是你要想說，在60年前，在台灣娛樂很少的狀態下，然後他創造了諸葛四郎。等於是我代表我們台灣的一個漫威英雄人物，而且在當初應該不會有這麼多人想畫漫畫，其實沒有人想畫漫畫。其實那個時候畫漫畫就是被認為是不入流的，然後所有就是漫畫書是在上課就是就禁止收看的，而且那個時候有所謂的審查制度，所以所有創作必須要被審核。對，所以其實後來他的公子葉家龍先生當初把這個授權給我們改編的時候，他就說我就是放手讓你們盡情去改編，因為他當初他爸爸就是在審查制度下的受害者，所以他不希望說去限制我們，說一定要怎樣，所以反正因為這樣的信任的關係，讓我們去發展出了這個舞台劇版的諸葛四郎。對，不過我聽說在去年演出的時候，這個葉家龍先生，也就是我們葉宏甲老師他的兒子，是有到現場去看演出的。他幾乎每一場都到，甚至我們後來去戶外演，他也都跟着我們去。對，那他有跟你分享他的感覺嗎？其實從他的神情、他的眼神，那當然有他非常喜歡，而且他覺得他在首演的時候，最後看到那一幕的時候，他就現場一直爆哭。所以當我們介紹他起來跟大家揮手致意的時候，其實他整個臉是，你就看到他是就是淚流滿面，對，淚流滿面的狀態這樣子。所以其實他也非常感動，說，在60年後，其實他老書迷現在大概都是阿公阿嬤級的，但是他可以讓在60年後現代的小朋友再去知道他父親創作下來這個作品、這個角色，所以其實他也覺得說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義，而且很感動。沒錯，因為其實我沒有慫恿去看到粉絲留言，就是對於紙風車這一次演出華語版的諸葛四郎，佢阿條嘅想法，佢阿條嘅看法，其實有懂到你，係講很感謝紙風車，讓我可以跟我的小孩一起回味我的童年。對，平常都是爸爸媽媽陪着小孩，有沒有？要戴手錶啊。這次很多是小孩陪着爸爸媽媽。其實我覺得這次更感動的是，不只是爸爸媽媽，你還會看到很多阿公阿嬤。對，其實是我們就是號稱3代都可以進來看的兒童劇，因為很多阿公阿嬤在看完之後，但其實小朋友會對角色故事產生興趣，所以其實反而是阿公阿嬤跟他講說，我們那時候諸葛四郎怎樣，所以你會看到阿公阿嬤是神情飛舞的在跟孫子介紹他們小時候的童年的一個人物。沒錯，就不是只有現在有沒有？大家可能急着要去看《復仇者聯盟3》啊，但是其實也可以歡迎大家進我們的台北城市舞台，共下來看呢諸葛四郎吼，同爸爸媽媽甚至阿公阿婆共下來回味一下其他頭擺嘅故事、頭擺神奇嘅事情。韓國告訴你，電影要做特效，算起來還比較容易，但是你要在舞台劇你要把這些東西呈現真實在你眼前，其實這是有難度的，對不對？演員其實都是真功夫，因為你電影可以特效，可以有些可以吊鋼絲，對，但是這裡面真的都是真功夫，所以其實很多小朋友、大朋友來看，他們都會覺得說，因為
这就是剧场迷人的地方，在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样变出这些东西，让人家有 surprise 的感觉。是，对，所以这真的跟看电影不一样，因为像你刚刚提到说我们多媒体，其实多媒体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辅助或者是一个点缀的东西。对，你真的要多媒体做到很多，那不如去看动画、看电影就好了。唔错。古松，我们想要来问一下，演后我们的村产先生韩国嘉年，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要现在其实已经在彩排的阶段，准备要演出了，同大家分享一下彩排的时间，有发生乜嘅神奇嘅故事好冇？我等陣時堂度街都記得應該學黑嘢啊，嘿，當年轉嗰邊，我哋話小學生還學得還要認真，一講那些下巴講到，會講到從東南亞唔會㗎，係嘅。講廢票通啊！跟基本用乜講嘅？哪一個？演假 B boy， 演假 B boy。馬英大嗌士兵對吧？馬英大嗌嘅，當場跟東南亞唔會嘅。還忙練好，緊鑼密鼓排練當中。冇咧見啲動作哦。有。哦，有哦。當一堆練習嘅。對，跟嘉年哦，作為同他分享一下在這個幕後的趣事。就不能，你不會講下發嘛？講，睇過後記了來食發。如果講說咧，就停下來。佢咩冇去食發？如果你講說咧，錯，快講說，因為他唔是有音會嘅。錯，如果亞棟有咩起來，先生那時講睇記了咩問題嘅。平常時還會講，要得狗毛子哦。平常時大嘴鼓的時間就之前會講哦。哇！唔是為了配劇。故說安尼當神奇後，唔但搶本觀眾朋友做得了解到客話同反語版本嘅諸葛四郎，還做得本自家嘅演員沒學習到客家話，對不對？對。唔過今天我們想要來搶頭演，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因為大家就離紙風車兒童劇團一直以來都想要給觀眾朋友很多新的感受，從劇本裡面。那這一次諸葛四郎又想要本觀眾朋友怎麼樣的感受，或者是什麼樣的學習呢？我想重點還是希望小朋友進來之後，可以當然第一個認識我們台灣自己自創本土的一個漫威人物，也知道葉永甲先生。然後再來就是說，在這個故事裡面，當然還是學習到友情啊、勇敢啊、為理想堅持，然後遇到挫折不要放棄這樣的一個精神。沒錯，故說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唔記得咯，5月12號、5月13號，總共有4個場次，有4個場次的演出。第2的台北城市舞台，分享大家賞用這個兩廳院售票系統，就做得來買到票了。前面我就想要來請2位演員一句話，同大家來推薦諸葛四郎演出戲，先從嘉年開始。也呢係一本聲音動聽、本大人感通嘅兒童劇《諸葛四郎》。好，掌聲！接下來分村產先生。專業嘅劇團，唐藝師嘅客位諸葛四郎。掌聲！故說大家唔記得咯，5月12號、13號，聽說愛去到台北上市舞台看下來收看咯。今日神夢導演、神夢村產先生、神夢嘉年，謝謝3位。謝謝主持人。神夢3位來到嚟呢節目當中，前面阿權們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同大家來分享哦，就係客家電視台呢新節目，按到鄉親同樂會要來開始了。第5月13號，拜日早上頭9點到桃園龍潭客家文化會館嘅演藝廳，有也呈現咯。韓國主持人，我們的吳永斌，韓國海軍2位主持人會去到現場同大家來共下同樂哦。歡迎大家5月13號早上頭去到現場同大家共下教哦。今日節目就到這，休息一下，等下聽聽運動先生共下來做運動了。